台湾文创产业博览会的家具馆用陈定波伫1934年完成的展望自路城设计出一展览的主题。这画内面的家具市中山路是用6000支釉茶布搭的。文博会结束了后，这展览作品也会刷到家具博物馆，予在地人欣赏。一支的釉茶布搭出特殊的展览空间。文博会家具馆用6000支釉茶来展示陈定波的作品。 希望用设计的角度来小解家己这个目度。展望侏罗城这个画里面有一个，其实你仔细看那个画里面也有一个马路，它就是大通，就是现在的中山路。那我们希望就是说，透过这个展览，让民众可以看到从这一条路径里面嘉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轴心。进来就可以淋漓感觉到说，我们的城市最主要是以木都为主，然后怎么样的一个做的陈设。今年嘉义市头摆参加伫高雄举办的台湾文博会。 文博会结束了后，市政府把展览的物件全部搬回来，要让家己的民众嘛会当看到这的作品。从来没有发现的东西，在这里被看见了。我觉得让我们就觉得说，嘉义真的是既摩登，然后又古典。那大家也许也可以去叠合100年前过去的那个时候的嘉义人的样貌，跟现在嘉义人的生活的样子，然后彼此去比对说。 现在的嘉义有可能长出什么样的可能，跟过去100年前的嘉义跟现在有什么样呼应的地方，这个是比较藏在里面的讯息。这摆展览会今仔日开始到11月19，会伫嘉义市博物馆展出。文化局嘛会配合学校安排艺文的课程，希望学生囡仔会当用美学设计的观点来认捌这个城市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